5更了。自得名去世，元昊袭父绝，便屡有不臣之举。陛下不愿轻启战端，宽厚容忍。可元昊变本加厉，如今竟以剑号挑衅我朝天威。臣以为，当奏请陛下削去他的官爵、国姓，以言辞相斥其不轨之行。削爵去姓，言辞斥之。给我朝下国书之人，改名为名囊萧，以钦天子自居，自上帝号世祖史文本5星法界里人孝。丞相，想让官家下旨学什么，去什么？已经被弃之若敝履的国姓爵位吗？苏慎卿，你也忒无礼了！礼，我朝有礼了25年，举朝对外宽仁礼让。放肆！真正放肆的，在西晋，且并非从写下国书之日才开始放肆。国书是才送到，然而党项一族的放肆是从今日才有吗？我朝自陛下到诸位执政重臣，又是才晓得他们的不臣之举，放肆行径。参见陛下。参见陛下。朕少年时，诸位鸿儒为朕讲经，论治国之道。讲到孟子曾劝谏梁惠王道：“天下百姓，无不盼能有不嗜杀、不好战的君王。若真有这样的人君，万民归心，天下大同。”诸位俱都是孔孟门生，有不少儒学大家。此时，朕倒是想问问，亚生说的那句话，说的到底对，还是不对？若是不对，诸位在劝谏朕为政要宽仁之时，为何常提？若是对，那么朕不愿见烽烟起白骨堆，不愿轻启战端，却为何未能使得党项族人归心？反是养了豺狼。微臣以为，亚生自没有说错。天下的百姓当然想要安居乐业，不起战火。他们喜欢不爱杀人的君王，但是说到底，他们需要的是可以保护他们的君王。他们只会归附于能让嗜杀者惧怕并臣服的君王，而绝不会归附于对嗜杀者退让的君王。苏钦解得好。翰林院即刻拟诏，调动禁军，讨伐逆贼。朕要御驾亲征。元昊不过虚张声势，故作为惧啊！即便他真以兵犯境，也是匹夫罕数。陛下岂可自降身份，亲自与贼子相抗？陛下千金之体，不可犯险。请陛下三思，陛下三思啊！陛下三思。
陛下，当年错已铸成，此时陛下因不堪受辱，要以95至尊亲征，这非但不是改错，反而是错上加错。元昊今日之叛，并非由陛下纵容而成。自中唐之乱后，党项一族便逐渐掌控了河西诸州。我朝自太宗起，便想方设法欲收回河西，然而无论是怀柔还是强攻，均未能成功。在对夏政策上，陛下沿袭先皇，并景德元年祭迁纣王，党项内部动荡，曹伟将军建议大军西攻，一举收复河西。然先帝以不愿趁其丧期起兵为由不纳，自此德明逐渐掌控河西。陛下确是沿袭先帝之政，未作修正。蔡学士究竟是要批评过往朝政的不当之处，还是要为今日之事向陛下进谏？前世岂能避讳？评判前世功过，岂不正是议当前之事的基础？陛下轻言以95至尊亲征，想以最勇之举洗刷之前未战的失策。然而，这正是陛下无直面前国之勇。谁人说过不许评论前世之功过了？诸卿聚集于此，可曾有内人传过朕的旨意？评论前世功过者有罪，当贬当杀。此前不战，是对是错，是人是妾，卿等尽情议论，绝不加罪。将此放在中书大堂。这是朕亲口所说，亲笔留证。哪位亲家若是想议论朕，乃至先皇的过，竟被上司权臣压制，便可以此反驳。怎么？奉旨论证，不如违逆上意，尽正言，显示风骨。朕为君的对错功过，卿等尽管议，议得之后，尽管记入本朝国书。不过事有先后，翰林院先拟朕的亲征诏书，及时昭告天下。待诏书拟好，众位尽可继续讨论过往功过。若真讨论出真知灼见来，让朕发罪己诏，也无不可。现在我们就去梅林排练。这支万舞跳起来威风霸气，我们虽是女子，却要舞出武士的气魄来。
党项人叛逆，陛下定然烦忧。我们教坊女子别无他用，只有舞一曲，激励士气，为陛下解忧。陛下亲征，自可激励士气，使兵将各个奋勇，人人争先。臣等有种感佩。然而兹事体大，应从长计议，今日断不可草率拟诏啊！朕亲征，只为激励士气一图。朕且问你，朕为何不敢打？你说的没错，朕不敢打，怕输，怕虚耗民力，户户哀鸣。万骨枯之后，却没有一将成名，只有惨败的屈辱。苏姊妹，你知道朕为什么怕吗？其一，缺2种战马，骑兵不如蛮夷。这正是中原世代繁育良马之地河西，落入党项之手的后果。其二，文官掌兵，带兵武将无调兵之权，且战时宦官监军，战策常处于百里之外的竞争。那么太祖又为何改革兵制，让带兵之将无调兵之权？唐朝兵制，带兵调兵之权都在边将之手，虽利于开疆辟土，防范匈奴，却终祸起犯朕。唐朝盛世，被兵乱一朝毁尽，其后更是几十年的割据混战，饥荒疫病，军阀掳掠，可谓之民不聊生。苏秦，你可同意？是。本朝太祖正是以史为鉴，以防内乱，将调兵带兵之权分开，使内政不受带兵将帅之嫌。但一旦外战，临阵之将常无法及时调整兵力，而监军又不通军情，层层上报，调令到达之时，情势已然变了。然而太祖在定此法之时，并无此弊，因为太祖年间，几乎所有战事，他都亲临前线，亲自指导，当机立断。我朝兵制之缺憾之处，唯有一途可以弥补，那就是逢大战，皇帝御驾亲征。你去取2支竹燃上。2支竹燃尽之前，诸位可尽情觐见。待畅所欲言之后，拟朕御驾亲征诏书。蓝条姐姐，慧儿，你走得这么急，是要干什么去啊？是碧寒姐说改古谱，编一个武士的新舞。姐姐，这只是……任督之最近亲自带人搜检这类邪物，上衣上服都搜完了。抓了几个女官，说是打完了就要搜我们院子。不过你也不必害怕，任督之带人搜，抓的是你，
必不会严惩，说不定就随便找个借口栽赃给别人了。毕竟你给任督之传了多少消息，假教习几时出宫，几时见的养父督之。姐姐，我父母兄妹都在胃里死了，我只有一个奶奶。我奶奶去年得病，我没办法，我在，姐姐，求求你，不要告诉假教习还有养父督之，他们会打死我，会打死我的，姐姐。总之，现在你卖消息拿钱的任督之在宫里查这件事情，他对教坊是什么心思，你知道。不过，你真的是给奶奶买药，而不是跟什么人有了苟合之事。姐姐，我真的只有一个奶奶，我没办法，我对你的事情一点都不想知道，我不过是想帮帮你。任督之肯定不希望有这东西的人是你，他希望是谁，我不知道，你也许知道吧。我也是听了些风声，跟你交好，才好心提醒你的。碧寒姑娘，那我们先回去做事。姑娘等练好了，就遣人叫我们把东西搬走就是。辛苦张姐了。哎，这是我的私房钱，没有更多了。这几日就辛苦张姐带着妹子们将这些假刀枪还有乐器搬动来去，给妹妹们添些胭脂水粉。碧寒姑娘真是体贴，还不快谢谢碧寒姐姐？谢谢碧寒姐。走，走吧。间隙间隙，方将万物，日之方中，在天上主，所人云雨，宫廷万物，有理如虎，支配如纵。碧寒姐男装好像天神一样。对。陛下亲征，不但壮我国威军威，亦可平衡我朝兵制之缺憾，乃是征讨元昊的上上之责。只是国家大政，非只征讨元昊一件。陛下深系全局，以身犯险，万一稍有闪失，必将引发动荡。臣恳请陛下三思，至少今日暂且不要拟诏。世上并无万全稳妥之策，不过权衡利弊而已。朕亲征也并非冲锋陷阵，闪失的可能甚小，但是利好极大。况且，太祖、太宗、先皇人人都曾亲征，这危险与利好，祖宗早已衡量过，做出过选择。朕不过是遵循祖宗之法而已。苏顺清、王尧臣主笔，文彦博润色。今日日落之前，必须将亲征诏书拟好。陛下，陛下。
陛下与太祖、太宗、先皇并不相同。陛下，先生。 当年太祖、太宗、先皇亲征之时，皆有皇嗣，而官家尚无子嗣，且未指定任何宗室子弟为皇嗣，于是这权衡利弊之尺，自不可与太祖、太宗、先皇相同啊！几位先帝当年以万一之险，以博1万之利。 是因为当时的国朝尚可承担这万一之事，而如今万万承担不起啊！12年前，你将我带回这四方城中。如今，也只有你才有这个本事，不让我自缢一回。你可真是大宋天子最好的先生，温和斯文地逼着我。 在这里做一辈子的悬死傀儡。朕任性糊涂，本末倒置，幸亏先生提点，如醍醐灌顶。 今日先不拟亲征诏书，翰林院先拟收养宗室子诏书。朕决定将皇兄允让之13子宗室收入宫中，为朕养子，观其性情，日后或可立为皇嗣。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此刻定是不想再见任何朝臣，也不想再谈任何国事了。但今日连个随行内侍都没有，官家又素有心急。怀吉，你去跟着官家，总得有个照应。这孩子年纪虽小，却极致力有分寸。燕忠诚，去跟着陛下。是。不管是谁让你跟着朕，现在朕下旨，不许跟着朕，这是圣旨，违抗圣旨，当诛！娘娘想请先生在这儿用了早膳之后对弈一盘。先生先坐。尊娘娘吩咐。有了。平福可是看出有什么不妥了？并无不妥，只是有忧天下之心，尽可为卿大夫者，天下奇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以依据，似与其他不同。
那一句是官家把着我的手写的。当时范仲淹与吕夷简相争，我不明官家态度，他就在这里写下了这一幅字。现在想来，那是这一生我与他距离最近的一次。但那时，我当只是个开始。当时不日就会派大臣戍守西境，我们身担书面要旨，要做好准备了。哎呀，多亏燕忠诚。若官家执意今日发布诏书，此等大事，一旦明文公布，便实难挽回。我等辩才又不及官家时宜，空自把人急死。真没想到，燕忠诚平日里温文尔雅，可关键时刻言简意赅，切中要害。燕忠诚几句话，不仅解了今日之难，竟借此机会，让官家想通，终于收养宗室子。这可是半年前王相公、吕相公数度金言都没有劝动官家的呀。如今是一举两得，俱为奇功啊！官家心中显然早有计较，对各位宗室子弟各方面做了考量，已有主意之人，今日方能脱口而出。官家对下宽仁温和，其实并非真能被旁人的说辞改了内心主张。学生今日受教甚多。从前，学生曾腹诽过忠诚。忠诚为人圆滑，不够耿直，没有凭借官家的信任，为朝廷尽尽忠言。如今才恍然大悟，是学生自己轻狂，富有狭隘，重视见识不够，以致一叶障目。我等重臣，正如宇宙中之万物，各有各的位置，是非对错，也不是一时间能说清楚的。自媚高才，对国事一腔热血，正是官家心中世人理想的模样。茂泽认输。茂泽，我不太相信你的棋力仅仅如此。不过也无妨，谢谢你陪我，更谢谢你，只是陪我，由着我如此大失体统的胡闹。却不劝我。娘娘不需要旁人来劝。我若执意而为呢？莫说娘娘如此聪明，见识必高于茂泽，便是世间凡夫俗子，对万事也有自己的衡量，自己最终选择的，一定是当时心中觉得最重要的。无论娘娘选择什么，茂泽真心助导，娘娘求人得人，永不后悔。朕让你不要跟，你一直跟着，这可是抗旨，你就不怕朕杀了你？
起来吧，别怕，朕又不是暴君，不会杀小孩子的。好了，别哭了，起来吧。你也陪着朕走了大半个皇城，这么小的年纪，倒也是不容易。过来，叫什么名字？小人梁怀吉。现在中书省当差。小人在御书院当差，常常会来往中书和枢密院送札子书卷。你才多大？刚入宫？小人11岁，入宫半年了。今日他们差遣你跟着朕，你入宫前定是读过书的。禀官家，小人在私塾里学过写字，跟着先生读过几本书。家里没有人了？父亲去得早，母亲年前感染了瘟疫，突然去世。公主刚出生，我做父亲的那一瞬间，我抱着她，激动的发抖，喜欢的心里发疼，生怕一不小心没抱好摔着了她，又怕抱太紧弄疼了她。那天回去的路上，我看到一个12、13岁的小黄门，被杨怀敏发长嘴，脸都红肿起来了，却还不敢停。朕突然想，父母怎舍得让自己的孩子自伤身体进入宫城，一生不得相见？哪怕头上有片瓦遮雨，灶上有半碗粟米果腹，必也是舍不得的。让亲生骨肉如此，必是伤病贫瘠，无法照顾幼子。除了此法之外，走投无路。有那么多的百姓走投无路，那便是朝廷不够好，是朕没做好你们的君父。无论是谁派你跟着朕，你今日都做得甚好。你陪朕回福宁殿，朕写几个字给你，你便可以回去交差了。不过你要答应朕，今日朕跟你说的话，不要告诉他们。小人遵旨。这不是圣旨，这是朕与你的秘密。怀吉，保守这个秘密，好吗？小人不会跟旁人讲。小人日日祝祷陛下福寿康健，公主永远有爹爹真爱保护。求人得人，真的能求人得人吗？
算意外。他想官家想得快失心疯了，真是不知羞。哟，这是在聊什么呢？教习，教习，方才任都知带人前来，说是例行检查，结果在张碧涵的房间里搜出来不干净的东西。什么？还有禁书，然后就细细搜了所有地方，倒是没有搜出什么不该有的。可是把我们所有地方都搜了，这就是蓝条在哪儿？乱七八糟的。蓝条，哎，蓝条呢？哎，教习，教习。就你这点道行，还敢在我面前耍把戏？你把自己看得也忒聪明了些。蓝条到底做错了什么？你做错了什么？你心里清楚。一会儿到官家跟前，跟官家说你到底做了什么。小莲、小玉，去请杨副都知，就说我抓到陷害小姐妹的小贱人了，要去官家跟前分说。是。放我出去！那圣诞香根本就不是我的，放我出去！我要见教习。其实你也不只是帮我和碧涵。从前，人手中在外头有吕相公，吕相公和夏叔父原是一体，你和他便也相安无事。可吕相公贬黜出京，他心慌害怕，怕你和夏叔父抢了他的位置。最近暗戳戳的排挤陷害你，又不止一次了。其实，夏叔父在他那儿，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也很难说。若你不尽心的帮着夏叔父，很难说他会不会扳倒你。夏叔父是交代过，要我尽量帮你把碧涵送到官家跟前，可是几次筹谋，最终也都没能成。说轻点儿。他实在是没有这个命数。而且前几日你自己也说了，西境出事，官家必然再没有这个心思，已经死了这条心，准备把她嫁个好人家了吗？那原本是以为箭在弦上，发现情势不利便可撤回，老实过活。可谁知道，旁人已经知道了你的图谋，都把你当做想要替人消灭的敌人，这刀枪斧石便一一而至。如果到时再弯弓搭箭，这丝毫机会都没了。现在外头虽然形势凶险，可若抢了先机，便还可翻盘。若是旁的也就罢了，臣在教坊也搜出了禁书，魅惑之物，是在那个叫张碧涵的女子房中。这女子性格乖张，多次做出违礼之举。最可恶的是，竟然毫无女子的矜持，多次主动勾引官家，简直是不知廉耻。他私藏这些东西，毫不出奇。现下他撒泼发疯，死不承认。若是旁人，臣不担心，臣有的是时间和法子跟他耗。可是这个女子，臣担心夜长梦多，臣怕她的魅惑之术已经起了效用。听说官家对她也颇为上心，臣实在是怕官家被她所蒙蔽。臣想，这样的女子绝不能再给她机会留在禁中。现下足以是证据确凿，不认是罪加一等。一会儿臣就去开具文书，定了她大内罪奴的身份，送出宫去，一生不得再入宫禁。任都知交代过，除非他本人来，或者是有官家圣旨，任何人都不能开门放人呐。他的手段你是知道的，我们还是先去见官家吧。你这是怎么回事？咱刚才不是说好了吗？咱们现在去见官家有什么用啊？这事儿悬城里还能有生机吗？我再跟你说一遍，箭在弦上，对手已经动了刀斧，咱们只有一条路，就是拼。
人，你干什么？我们还是先去补个手诏吧。这都什么时候了？我带碧寒去见官家，我把手诏补给你，行不行？走开！舞刀弄剑，削得枝叶纷飞。我倒是听说过，他小时候和兄弟们一起读书练武，剑术、骑射功夫都是极好的，只是未曾亲见。也没法想，平日举手投足不离礼仪分毫的丹叔，舞刀弄枪。倒是茂泽，不但亲眼见到了，还亲手试到了。官家，臣有急事求见。官家，官家，怎么了？这是？官家救我！没事了，没事了。我让他们叫御医过来，给你擦干净，抹上药，脸上可别留下了伤疤，不然跳佳人节牡丹便不好看了。若是以后碧寒不能跳舞给官家看，那碧寒宁可把双手双脚都折了。要是被赶出宫去，随便嫁给什么公子贵人，还是做大内罪奴，碧寒都宁可把这张脸给撞碎了，让谁也不敢走近半步。礼记·礼运曰：“饮食男女，是人之大欲存焉。圣人将男女之欲与饱腹之欲并列成人最本能的欲望。食欲每日都得满足，而到了成人，男女之欲若久未能得满足，有时就如洪水盈堤，不得疏导，往往会生了歪路邪路做出路。走了歪路邪路固然可恨，却也依然很可怜，还是要从宽处置。罚了月钱，每月做几日粗活，便也就是了。”臣遵旨。不过那个官家是有看重的人，官家既然看重，便比别人更了解他，那就交给官家处置吧。小人知道，这孩子美貌超群，必招人记恨。可他从小没爹没娘，是小人一手把他拉扯大的。小人知道，他些霸道任性，可却是孩子脾气。小人跟他脑袋担保，他绝不可能去弄那种龌龊的东西，必定是那石兰条栽赃陷害。这孩子死心眼儿。自打见了官家一次之后，便死活认定官家就是他小时候因为养的小兔子被耗子咬死，他最伤心的那一晚一直陪在他身边的人，便一心一意的想要跟着官家。可小人知道他这是胡闹，他这么胡闹，是小人没教育好。所以小人就心一狠，索性把她嫁出去。我求着杨府督知提前把她送出宫去，杨府督知也答应了。就这几天，他就要走了。他血腥到狠心的石兰条，趁着任督知察见，官家。我不要嫁人，官家，求你留碧寒在身边当个宫女，碧寒什么都会做，不会比他们差的。
朕绝对不会让你嫁给别人。碧寒，我既答应过他了，从今儿起便就留在福宁殿，不回去了。但是身份怎么算，我还需和皇后商量，毕竟后宫还是由皇后来把握。至于查检出这些，你去和守中商量，该如何把握。你们两个都是太后亲自调教过的，做事老练精干，朕放心。便算是有什么分歧，臣没有，你们干练得很，也知道分寸，什么分歧，自然也能处置得好。朕只有一句：在这宫墙之中，这些宫女、内侍、侍卫、女官，你们也都知道，她们大多是最苦的出身，平日多加教导。若真犯了错，罚时最好留些余地。臣惭愧，臣受教。你心疼碧寒，情急之下强行闯门，这份情义感人。但是罚不能免，你自己也知道了错，让杨副都之绑了过来。小人知道。小人知道，这教习断不能再做下去了。其他责罚，官差要怎么罚，小人都心甘情愿。碧寒是个简单而烈性的孩子，你待他好，他信你。敬你，许多旁的事情他不懂，朕也不想让他懂。至于你犯的错怎么罚，后宫的规矩我也不太清楚，一切听皇后处置。去睡吧。就这样。官家，我好喜欢你，特别喜欢。我想跟你就这么过一辈子。给你生好多小娃娃。不把大宋放在我前面的，我从不敢留在自己身边。碧寒，你是唯一例外。这一生，所有其他人、其他事，都是皇帝的。你只是我的。岳丈，岳丈，夜已深，早点回去歇息吧，明日还有早朝呢。
早朝，还有早朝。来，你说，如果有个人，你少年时不让你去认亲娘，你中年时把个别家孩子塞给你，继承你的家产，这个人，你会不会永远也不想见他？岳少，小心。官家，娘娘来送官家上朝了。这是我年少时伯父赠予我的，他的一副战甲，也是我最珍贵的嫁妆。可惜丹叔毕竟是女儿身，又做了皇后，今生没有机会穿上它上沙场。今日将它赠予官家，望有朝一日，它能被新的征西将军披挂在身，杀西贼，安边民。多谢曹将军。也谢谢皇后。带兵之人，朕心中已有人选，虽无一可及曹将军者，但愿这战甲能让曹将军在天上看见，保佑我大宋军如他所在之时，战无不胜。朕已决定收宗室为养子，今后很有可能成为我大宋的储君。劳烦皇后为大宋教导皇嗣。7年。公主，娘娘叫你回去吃酥酪啦。慧柔不要，我要唱歌的呀。娘娘，苗昭仪来了。荷儿，来看看，这早熟稻的秧苗培出来了，比去年呢早了7、8日。这样算来，京城附近也可以种2季，淮河以南可以种3季了。好久没见娘娘，笑得这么开心了。西边的仗一时打不完，前方一打仗，打的大部分就是钱粮。自从去年元昊篡逆，关闭了边境的榷场，固然党项更为受制，我朝百姓便算不至缺衣少米，也必定人心惶惶。朝廷又在严格设禁，
囤积也屡禁不止，酷法严刑更是民心惊惧。唯独能安民心的，就是各地丰收，库粮充盈了。这1年多，官家收的衣裳都要改，我每回去给他梳头，他的头上都有新添了许多白头发。可惜我什么都不懂，他也无法说出来，让我同他分分忧。徽柔就是官家最大的忘忧果了。娘娘，公主不肯回来，非要找到唱歌的婴儿。婴儿？范雍自延州奏报，说是元昊久攻我金明寨不下之后，提出要议和。众卿怎么看？丞相坐下说，无妨。谢陛下。臣以为，从前我朝与党项亲善，未在边界设有精兵，才使其多次骚扰得手。元昊愈发骄狂，自宝元元年竟以建号称帝。陛下派夏总、范雍2位大臣分别镇守靖州、延州，且加派禁军之后，元昊扰边皆被击退，毫无所得。如今是骄气已挫呀！陛下，臣以为和议可行，但和议当严斥其种种僭越为先，并立其自销建号，重续臣礼为先。晏忠诚以为呢？臣以为，此时恐怕未到和议之时。慧柔，在外面玩那么久了，该回屋了吧？我要那个婴儿。这天上的鸟儿，你即便是看到了，怎么又能抓得着？徽柔，娘娘知道徽柔最乖了。肯定不会是因为贪玩才不肯回去。我不是。徽柔，那你告诉娘娘，为什么不肯回去啊？可是娘娘今天准备了糖果、甜汤，给13哥哥和高姐姐，还有徽柔吃。但是徽柔不肯回去呢，他们也吃不了。徽柔特别喜欢婴儿，那娘娘让画院的画师给徽柔单独画一幅莺啼翠柳图，好不好啊？徽柔不要画，要真的婴儿。徽柔想要抓几只婴儿给爹爹唱歌，那娘娘教你个法子，让他们给爹爹传个话吧。晏忠诚主张合兵围剿，乘胜追击。数次退敌的金明寨守将，被羌人称作铁壁相公的李世斌将军，亦已多次请战。就边界地势而论，合兵甚难，大举进击更要谨慎了。我朝西北之境贫瘠，若将大量禁军西调，便先要保障军粮西运。长途水路运粮，境内劳民之处尚且不论，若纵入追击，那是汉羌混杂之地，运粮之事变成难题。劳民之处，怎可不论？乘胜追击不可。又未到和议之时，那么晏忠诚以为何为上策？臣未经历什么大战事，并不知何为上策。
臣只是记得，当年元昊的祖父季谦屡屡战败，却绝不肯降。纵使山穷水尽，亦亡命逃入大漠，让我军追无可追。待其元气略为恢复，便来扰我边境。如今元昊借其父得名，数十年的经营，拥地之广，储粮之丰，无不远过其祖季谦。观其作为，狠戾强横，更是胜过其祖。既以建号称帝，断没有几次小失利，遍及议和的道理。党项一族多年周旋于辽宋之间，反复无常，奸狡诡诈，绝不可信。宗室哥哥念了一下午的书了，娘娘让他一会儿也和我们一起吗？念书写字，平日规矩，宗室哥哥都比你强10倍，连你都许去玩，娘娘怎会不许他去玩？他念书都念傻了，娘娘不命令他同我们玩，他才不去。你不好好读书，你倒聪明了。哥哥给婴儿写信，哥哥帮怀柔写信。昨日的课，我还有几句想不大明白。娘娘子，你先陪徽柔和涛涛去做给燕子婴儿送信的纸鸢。宗实，娘娘陪着你，看看能不能把你没想明白的经义讲明白。官家，这道羹是吊了足足12个时辰的高汤煨出来的，里面的肉是3只出生5天的小羊羔背上最嫩的那条里脊。碧寒找的方子，你就尝一尝吧。这一钵羹，喂取几条肉，便是3只出生不久的羊羔。你可知羔羊哪怕多养半个月，便能多长出多少肉来？能是寻常百姓一大户人家多久的肉食？而一只成羊在西境，能够2班少岗的士兵饱餐一顿。撤下去。本来朕就没什么胃口，现在心里更是堵得慌。这种奢靡商务、耗费人力的食物，朕以后都不想再瞧见。你也下去吧。怎么？朕说的话你也敢不听了？你看看你骄纵成什么样子！明明做的不对，还说不得了？你再这样，便算是朕护着你，旁人看见了，传到谏官处。我只管官家喜不喜欢我，什么谏官宰相的，他们说我是贤良淑德，还是骄纵妖异，谁在乎了？谁让那圣女的名号？要人人赞她天下第一贤德，便装去，我才不在乎。你不在乎？你是没看到他们一个一个长篇大论的弹劾奏章？我就是个伺候官家穿衣吃饭的侍女，一心一意想让官家吃得好些，睡得舒服些，偶尔逗得官家开心，这不是我的本分吗？我什么名分也没有，也不想要，他们弹劾我做什么？官家吃得不好，睡得不香，我心疼，想方设法给官家补补身子，弄点好吃的东西，怎么就错了？3只小羔羊，12个时辰的汤有什么了不起？若是碧寒的心头血，能让官家开开胃，气色好些，碧寒半点都不会犹豫的。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我不是别人，是皇帝，是天下百姓的君父。朝廷百官、宫廷内人都看着我。官家心里是天下百姓，那么多大臣、谏官，还有圣人一样的皇后，一个个的心里不都是天下朝廷百姓，还缺我这一个小女子吗？再说，天下百姓又没对我好过。当初我爹死了，我娘带着我，受的全是白眼欺负，我才不关心天下百姓如何呢。官家对我好，我心里就只有官家一个。罢了罢了，论胡搅蛮缠，10个我，也不是一个你的对手啊。哪日，我若是能给你讲明白仁义礼智信，便也能开班授课。著书里说了，那官家不生气了？总之以后不要再让我看见那些劳民伤财的东西。你那不是心疼我，是气我呢。官家不喜欢，以后不弄就是了。那碧寒陪着官家研墨铺纸，陪官家操劳国事，好不好？你在朕的身边，只会给朕捣乱分心，还想什么国事？我罚你亲自去厨房，给我煮碗面端过来。朕还饿着呢。遵旨。好了，多啦。胡先生讲诗，说诗是表达了人的喜、怒、哀、乐，也就是情。胡先生说，孔圣人尤其重视让弟子学诗。情发于外，成诗成乐，抑扬顿挫，反复吟咏之间，尤为感人。还没进宫之前，王府的先生讲，上天给人的性是善的，如果能保住先天的本性，不被情所惑，就可以做圣人、君子。但是大多数人都被情所惑，丧失了原来的本性，就会作恶。情是害性的，所以情是不好的。娘娘，到底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呢？关于情的论辩，先秦大儒和汉儒解的不同。娘娘并非博学鸿儒，定也不能讲透彻。不过，娘娘来试试。张先生，张先生呢，如今职分是比我高，但是张先生便这么肯定，我一辈子只是侍女。茂泽不知姑娘今后是什么，也没有猜测过。茂泽从小侍奉官家，当官家是亲王时，便行亲王的礼；官家是太子时，便行太子的礼。在官家登基前1个时辰，茂泽也没以陛下的礼节去伺候当时的东宫太子。好，谢谢张先生教导。
你看，这申时的太阳与午时的太阳、未时的太阳，颜色、大小、光芒都不相同。那么从此地看，与从在湖上看、在屋顶上看，也不尽相同。太阳都是同一个太阳，但是我们看的时辰不同，地方不同，看到眼里的样子便也不同。那么吟咏的诗句、写的文章便也不同。不同，却不能说谁是不对的。娘娘是说，虽然从前的先生讲情是不好的，而胡先生讲情不一定是不好的，他们讲的不同，却都不是错的。性乃至纯，生而具备。譬如仁爱孝悌，而情是人与外物，性受外物所激而生的欢喜悲伤、眷恋哀愁。我想所谓会乱性，又人为恶的情，是滥情，没有节制，放纵喜怒肆意妄为，伤人伤己的情。而胡先生所讲的，是由心而发，却又能止乎于适度的情。娘娘，娘娘，我们把风筝做好了，要把跟燕子、婴儿说的话都写上了。写上了。好，官家殿前的空地正好可以放风筝。你们把要跟鸟儿说的话，都让风筝带给他们。你说，再度回朝之后，吕夷简会比从前更有分寸，还是觉得朝廷离不了他，越发张狂？吕相公这一出一入之间，朝中门生故旧，职务变动不少，不同以往身世。而台谏之外，傅、苏、蔡几位年轻学士也当真耿直生猛，无所畏惧。吕相公也难有独大之事了。这几位数落起我来，可是半分不留情面呀。如今我做任何事都要先在脑子里想一想，明日朝中又会是谁第一个站出来，从天象列举到人言。明君仁厚，才有真臣。几位年轻学士有担天下道义之心，为求公义，无所畏惧，真是天下之福，官家之福。无所畏惧。茂泽，在我的记忆之中，仿佛自己从来都不曾无所畏惧。你记得我何时有过吗？不说了，朕找你来是有正事。西边打的有胜有负，胜的多些。慢点，过来，跟着我，看我的，好快点！哎，你帮我拿一下。其实鸟儿不会看风筝上写的字，自然也不会听徽柔的话，到官家窗下提名。不过宗实现在明白了。娘娘并不是哄骗徽柔。怎么呢？娘娘不让徽柔抓鸟入笼，强送至福宁殿，却教她风筝传书。徽柔在风筝上给莹儿写的，就是她自己对官家的敬爱。这敬爱之情，没有故度而成任性自情，
不徒增工人的劳力，不骚扰飞鸟在天地间的自由，是指乎于理的如沐之情。如今，元昊攻击民寨颇有一阵，李世斌守得如铜墙铁壁一般。元昊被挫了锐气，数次遣使要来和谈。元昊铁骑虽骁勇，但平弱无所击，若不能速决，想必是焦躁的。在朝堂上吵了几个时辰，听得朕头胀得快要炸开了。朕身在宫中，怎也不及元昊能率兵亲征，可依情势而变呢。明儿去翰林院，将这些奏章找人誊录了，然后替朕跑一趟定州，把有关议和一事的奏章给范雍看，好做参详。你也好将当地的情势报回给朕，再做计较。是。也不知皇后会怎么看元昊的议和。若是官家没有其他吩咐，臣这就去翰林院，连夜誊录札子，明日一早便出发去定州。许久没去坤宁殿了，也该去看看宗室的功课了。蝴蝶，蝴蝶，飞上金枝玉叶，群前队伍春风，百叶桃花树红，红树红树，烟雨云滴日暮。红树红树，烟雨云滴日暮。好，再高一点儿。好的。爹爹，你听见婴儿的歌声了吗？哎呀，宝贝。爹爹，你听见婴儿的歌声了吗？爹爹听到了比往年所有春日里听到的莺啼都美10000倍的歌声。比婴儿唱的好听10000倍吗？那是天上的神鸟吗？官家，官家今日得了空啦。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啊？娘娘，别告诉爹爹秘密。嘘。晚来风渐起，能饮一杯无？春风岁岁至，千尊亦不足。韩思建数次上书，请复范希文天章阁代制之职，调回京师，而梁府始终按下不议。如今张相致仕，陛下召吕公归，吕公重入中书，该议议范希文其父回京之事了吧？以忠诚对吕公了解，
此役结果会当如何？以我对官家的了解，官家定是希望这由屡犯相争引起的多年来将整个朝堂卷入其中的党争，该定论为能臣良相各位国士的见解之争。怀吉，歇歇吧，我带你去吃点东西。方才张先生找我来时，已经吃过了，还有1个时辰，便能抄完。先生明日一早还要离京赶路，早些完，也好早些回去收拾行囊，睡个好觉。我去定州，当会见到严生。张先生，怀吉不舍得元生。